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巴拉圭友台执政党选调总统，新总统答应甲台湾保持邦交，却嘛无讲未来都未甲中国建交。5月7日，劳动节要4000人去凯德参加游行，批评政府执政8冬，劳工的政策拢做未到。农委会公布动保法修法草案，禁止夜市仔买卖动物。好金鱼未来算违法，上重会罚25万。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巴拉圭这回总统大选的结果，牵连甲台湾的邦交关系。友台执政党候选人帕尼亚当选，咱台湾的大使已经代表总统甲恭喜。学者分析，虽然帕尼亚有答应甲台湾保持邦交，不过伊嘛无讲未来都袂甲中国直接甚至是建交。所以台湾甲巴拉圭的关系敢会改变，也袂当伤可惜。支持者人机也真欢喜，巴拉圭友台派的执政党总统候选人潘尼亚得到超过4成的选票当选。La división ha hecho que no podamos llegar al objetivo de poder producir el cambio que la mayoría de los paraguayos nos están solicitando. 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嘛恭贺潘尼亚当选，外交部讲会继续甲新政府加深合作交流。总统，巴拉圭执政党获胜，邦交是不是稳固了？我国驻巴拉圭大使韩志正已在第一时间代表蔡总统及赖副总统向巴国总统及副总统当选人致贺。不过选战过程，巴拉圭国内一直有要甲中国结交的气氛。虽然潘尼亚答应会维持甲台湾的外交关系，不过也是保留甲中国进一步发展经贸空间。学者分析，尽管新政府想要甲中国加强接触甚至建交，决定权也是伫中国手头。台湾必须甲新政府就新合作甲援助进行磋商，台巴关系也是袂使无注意。要挖不挖完全是中国要在点头。他即便要帮他也是很有限，尽可能的在那个自治上面的这个施压力这样子。这个因为新政府上来，我们肯定必须要想一个办法再去加码，这个援助，跟这个比如说投资，巴拉圭预定8月举行总统就职典礼，传出副总统赖清德要代表总统蔡英文出席，趁机会过境美国。不过副方甲外交部拢无证实，敢表示若接到邀请会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国军汉光39号演习要演练空中安全通道，阁有铁力交兵。不过国防部已经否认啦。另外，美国军火商代表团明仔载要来台湾访问，学者认为可能会讲到武器制造、技术转移、外包的代志。而且这回 AIT 嘛有对咧来，政治的意义是真大。国军在第一宜兰海沙堡展开2车部队，登陆4项训练，就是要针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红色海沙堡，严正反登陆防务，强化反击的能力。不过有风声讲，国军年度重大演训汉光39号演习，会以美国想的头一届开设空中安全走廊、甲铁桥等等的项目，国防部是随出配合。报载其他国家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并不符合演练的科目内涵，相关内容并非事实。因应解放军的威胁，美台持续强化军事合作。25间美国国防承包商作为代表团，初日会访问台湾，包括美国2大军工大公司瑞信技术、洛克希德马丁，甲专精红外线日常技术的 FLIR 系统公司，甲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相关的日控数据计划研究所，拢会派人来 ，AIT 嘛做伙来。学者分析，美国嘛面临欠工，因来台湾访问有机会会当讨论军工技术转移，或者是外包供应链，而且 AIT 随团来嘛是一个突破。美国行政部门同意，包括国防部、国务院等等，才能够这么大规模的来我觉得当然是有它的政治上的意义在里面，所以 AIT 也能够就来协助他们。不过，空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B 的战机，这个航用专案，原在今年初头一批会交货，不过到达也是无影子，佮传出要延到2025年。面对台海局势紧张，恐惊增加咱国空防压力。F-16B 呢，可以部分的有效的克制中国的歼20逆中战机的威胁。空军表示，美国当地积极处理出厂，甲交货时间。目前专案也是按原计划2026年完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还未确定要派啥人出来选。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提出和平并经济政见，若新北市长侯友宜话讲，5月7日劳动节应该全国休假。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嘛表态支持，互休假有春秋。若民进党赖清德今仔日甲美国前白宫国安顾问普顿见面并外交，伊呼吁美国甲台湾爱签贸易协定，嘛爱帮助台湾加入 CPTPP。 With China in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and more broadly, and what concretely we can do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o get even closer, to have more cooperation, more discussion on. 即见前美国白宫国安顾问波顿讲台海局势，副总统赖清德发声美方协助台湾，能够让台湾加入 CPTPP， 然后也能够跟美国进一步的签订双边贸易协定。 我伊劳动节各多是放假加拉条件大拜拜，赖清德致辞也感谢劳工并基层各劳工选票。以郭台铭当总统，让他可以好运旺旺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去高雄参加立委参选人座谈，就算联合报民调拿赢4成支持，后过配也积极争取出线，佮参加政治规协会领袖讲座，提出和平并经济政见。2024选举，全世界都在看。 台湾的选择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共同发展科技，共同发展经济，把战争摆在一边。只要我不寻求独立。新北市长侯友宜进前提出劳动节全国放一天，新北市议会5月总质询，南洋议员全改书面，互联也批评放空城，南洋基层也要成立侯友宜自由会全台串联互选助攻。 国民党5月停劳工，伫咧面册表态主张立法保障亲一假，认定国定假日定出办法，应该尽量统一回归劳动节初衷，互休假有春秋，保障劳工兼顾家庭。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5月7日劳动节，中昼伫凯道举办游行，主办单位估算有约4000人参加。劳工是沿路大声喊口号，批评民进党执政8冬，劳工政策拢做袂到。 若劳动部回应会继续甲各界沟通，嘛强调讲已经连续7冬有调悬基本工资，照顾基层劳工约束有做到。完全执政，完全跳票，完全跳票。劳工团体以民进党8冬全执政的魔术表演来敲死政府，承诺爱护劳工的权益，全部拢跳票。 工党团体以行动局考试以外，嘛分3大队来进行游行，向政府表达诉求，像爱制定上低工资法。蔡英文总统伊伫选举的时阵，伊嘛讲，伊要落实迄个上低的工资法。我认为讲，伫伊的劳动进程应该甲这个法老老实实爱甲定好出来。劳工团体嘛呼吁，即马物价抢悬，劳工的退休金本地头家拨6%，应该提悬到10%。另外，疫情期间上辛苦的医护人员嘛问政府，护理师甲病人，什么时阵才有合理的比例？护病比啦，就是讲一个护理师伊爱照顾的患者的人数，合理的范围的护病比。 对咱的医疗的品质，甲规个患者的照顾，应该是真要紧。游行队伍最后行到民进党党部头前，用踢破选票的动作，呼吁政府爱听劳工的心声。劳动部发新闻稿强调，基本工资已经连续7冬拢有调悬。针对退休金要拨偌济比率，甲劳团的建议，会阁邀集相关单位做回来讨论。记者陈亚文、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 今仔日有参加游行的，阁有清洁队员。因为清洁队员的身份，25年来是无清无楚。虽然处分的制度是比较公务人员，不过讲到权益煞是变做劳工。因呼吁环保署爱有关清洁队员的地位。环保署想升格，清洁队员先升格。 为8年来清洁队员劳动节也徛出争取权益，工会代表指出，总统蔡文要承诺为清洁队员身份立法，调整风点、职业安全等诉求，不过一直到即马，因也是无身份。阮就是存在公理安呢。现在在政府的部门里面，7种身份，大家都有一个管理要点、管理办法，只有清洁队员没有。
工会反弹，处罚比较公务员，公权力都比较劳基法真不公平。另外，因的红点170点，33年无起，驾驶安全奖金600块，30年无起，清洁奖金8000块，也是每一个所在队员拢领会到。有代表佫要求，本所应该改做定点定时来收。常常会有坠落啊，或者是后面的车的追撞，赶快落实定点定时收运政策，以保证全国清洁队员的工作职场安全。环保署表示，清洁队员受地方政府照劳基法请用，权益是受劳基法甲公务人员相关法规的相庭保障。像休假啦、伤亡慰问金啊，以劳动基准法或公务人员相关法规最优的来优先适用。针对系管红点，环保署表示，目前是比较工友管理要点，主管机关是人事总处。另外，相关奖金提悬，看着地方财政要尊重地方政府。另外，定时定点收本数，要看所在，这议题拢需要甲地方政府个沟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顶个月23，代替平溪线牡丹站有旅客跋落去月台甲火车之间的空棚，车长看到是紧来甲人救起来。加在敢若皮肤刺着伤，初步研判牡丹站为着要互无共型的火车拢会得过，所以甲月台之间的空棚有影较大、较危险。目前正咧研究办法。列车到站，两个旅客做伙甲囡仔车扛落来，放伫月台。这个时阵穿乌衫的旅客好亲像徛无在，刷落落月台甲列车的旁无看人影。另外一个旅客看这情形，随落去救伊。车长及时赶到位，甲列车暂停，到尾甲旅客救起来。这个意外伫4月23发生的。代替讲有随叫救护车甲旅客送医，好甲再敢若皮肉伤尔。处理了后，已经转厝休困。发生意外的新北双溪牡丹车站，看区间车进站了后，旅客落车确实是按下一大步才会当达到月台。详细看，列车甲月台中央确实是离真远，旅客落车嘛感觉真危险。快50公分呢，哎呀，要很危险哦。危险啊，对。我觉得特别要跨一下。要小心啊！我已经有跨的那种感觉了。对，所以我是觉得要改善。代志发生了后，代替干部单派人去现场让车厢甲月台让外看，嘛甲这个数据早登去研究。干部处是讲，牡丹站因为转弯，列车甲月台确实比其他站有让较大棚，若要改月台，嘛要考虑其他车种。却先确认整个月台边缘间隙的分布是这样，做任何的改善都不能够影响各种列车在那边停车的状况，有些是高度嘛，有些是缝隙，就是间距的问题。每个站的，就是停车的那个缝隙，可能就是要详细的去调查。代替即卖车种，敢若城际客车道6种，区间车嘛超过4种。2012年，普悠玛新车到台湾的时阵，捌因为车底盘卡伫月台，只好甲5个站的月台讲一寡条，普悠玛才有法度通过。代替为104年开始旧车汰换，不过目前嘛是要面对车种济的过渡期。代替产业工会呼吁，爱全部去让各站月台甲列车让偌大棚，搁加强月台照明甲监视器的设备，确保旅客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搁再提出动物保护法修法草案，这是这几档上大规模修正，其中增加禁止夜市仔买卖动物或者是摕来销售，违法上当会罚25万。亲像囡仔爱耍的虎金鱼，未来拢看袂到啊！有大头家就反映讲，临时才通知冲击是真大。伫夜市高金鱼，或者是耍游戏的奖品是兔仔，或者是冲喷了鼠，这行为伫动保法修法了后，拢是违法。农委会最近搁一摆预告，动物保护法草案要加强管理动物利用甲虐待伤害，其中增加禁止用过路营业者目的进行动物交换，或者是赠送。动物团体认为修补夜市条款的漏洞是这摆突破。把那个动物当作是赠品或者是那个摸彩品作为那个交易这个部分已经是诟病很久那这次在修法当中也有被提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的地方。不过有表达高金鱼的树林夜市相关联合会质疑，看到报纸才知影要禁止，农委会无事先沟通，反而安尼临时宣布，打算会受正大冲击。这些业者不晓得来不及转业。或是说一些必要的一些措施，会好像很突然，也是替那些业者好，我也替他们担心啦。
这摆修法也针对过去动保员无法度进入主人厝检查动物受虐待情形，特别予动保员伫紧急状况应进入私领域的权能。动保法为87年公布施行以来，已经经过15摆修正，按过依然予人批评有漏洞，所以农委会各提修法，为原本40条条文增加到68条。这一次的修法呢，是近几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全文修正，就是罚金啊，还有刑责的部分都有加重。修法包含4大方向，伫强化主人科技方面，明定动物予人放散或者是目击，主人应该负担伫收容期间支出的费用。另外，也评定免卖山低调，也精进宠物产业管理，强化源头流向管理。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消除过路人地角的歹名声，警政署加强处理赛车无让过路人行为。为3月底开始，赛车经过过路线或者是当月无让人行过，上当会罚3600。而且交通部已经完成修法，下半年会罚主动。无过彩条线顶悬有路人咧过路，小客车就等罚，马上互关警查落来。现在有看到行人在过马路吗？另外一边，白色小轿车也甲路人争道，抢要当罚，因车高级真危险，赶快互警察查落来罚钱。警政署即马开始进行全国重点路口无让路人大执法，只是多是5一劳动节，路的车无济，早起台北市交通大队伫重点路口拿查，无发现严重违规。我假设警察的执法效率我觉得不错的话，我相信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改善，但我希望这也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作为，而不是一个口号。去年回来，我觉得感觉还不是说那么的礼让，但今年是有改善。为3月31开始，汽车经过彩条线或者是等月的时阵，无让路人优先通行，相关罚3000人，机车罚1000支。交通部伫4月中已经完成修法，下半年无让路人的罚钱也佫会提悬。立法院4月14号已经修法通过，这个有关汽车的最高裁罚已经提高到6000元，下半年会公布施行的日期。根据警政署的统计，今年1到3月，各地处理无让路人案件总共有30717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执法强度增加，希望保护路人安全，互地角恶名用洗掉。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开始到月底，民众会当去报税。统计头一天上无有12万6000户报税。今年营养物价甲基本生活费调悬，4项扣税额度冇增加，要减轻纳税负担。另外，用手机报税今年增加纳现金的功能，希望互民众更较利便。早交个文件资料伫为单叫号，虽然新报告税应用网络或者是手机啊，毋过台北国税局透早也是为少人伫现场等要报税。因为我有一些资料它没有很登录健全，所以我必须要来这边现场做办理这样。现在来查，想说比较准，不会有误差这样子，就直接到现场来。因为国内部计起白线即摆包含基本生活费、扣税急救加4大扣除额拢调整，亲像每人免税扣除额为8万8，调悬到9万2； 70岁以上调悬到13万8，标准扣除额大新调悬到12万4，有配偶是14万8，薪资锁定新兴障碍特别扣除额是调悬到20万7，互大家用智慧锁定增加减轻负担。因为我的手机没有连上网，他说一定要这样，所以我就来了，都有优惠到。相关的一个税额一些扣除额，我们都有做一些调高。我想这个部分对民众来说可以减轻一些租税的一些负担。在手机报税的部分，我们今年增加了一个现金缴纳的一个功能，3万块以下的金额的话，你可以到4大超商去缴；那超过3万，可能你就可以到那个代收税款的金融机构去缴。根据财政部上新的统计，网络信报包含电脑、手机至少已用12万6400户完成，手机报税差不多是6万9600外户，占55%。今年报税到5月31为止，那边将受新冠疫情影响，或者是因为客观事实财务发生困难，透过手机报税系统应申请延期或者是分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墨西哥发生一件交通意外。有一台游览车巴士落落去山坎，目前知影尚无18人死亡，33个人受伤。
这台巴士伫当地时间4月29暗时驶经过墨西哥西部纳亚里特州，煞无细致落到15公尺深的山坎。无真知影车顶载的拢是墨西哥的公民，有真侪囡仔。若事故因端要继续调查。再来看印度北部有一个城市有不明的气体漏泄，造成11个人死亡，各有4个人等咧住院治疗。另外，印度的西部有一栋3层楼高的厝崩起，造成上无6个人死亡，数十个人掉伫内底，搁咧抢救。若这栋厝的厝主已经被掠起来。印度国家灾害应变部队的人员挂防毒面具，准备要入去现场。当局已经疏散附近的民众。旁遮普邦鲁迪安纳市发生不明气体外漏，造成死伤，原因不明。有人伫社群媒体讨论讲，3具尸体拢变成黑青色。उनके 3 बच्चे थे, अपने मियाँ बीवी थे, पांचों की डेथ हो गई। तो कुछ अभी कारण तो पता नहीं होगा। कुछ कारण नहीं पता है。鲁迪安娜副长员马利克讲，气体可能是自涂骹的铁工挂清出来，正伫咧采集样本，初步怀疑是有化学物质甲铁工挂内面的甲烷发生反应。जो पेशेंट सिक हैं वो अभी 4 है, 11 की वो डेथ कंफर्म हो गया।旁遮普邦的议员齐西娜讲，事发的地点是一间无人店加一间诊所的附近，因过无法度确定气体是倒位走出来。有人伫咧买牛奶的时阵买到一半，人才纷纷倒。旁遮普邦的官员讲，外楼的源头是一间工厂。另外，伫西部比湾地区，所有人员伫咧这栋3层楼房的大箱混合物建筑物继续救人，而到规栋建筑物敢若是薄饼共款，规个绑乱，人拢袂赴会走。और उसमें छोटी बच्ची भी थी। उस बच्ची का इंडिकेशन ये डॉग्स ने दिया था कल, तो हमारे डॉग्स भी काफ़ी अच्छा काम करते हैं, ये कैनाइन सर्च करते हैं。官员讲，这栋楼是违建，所有人非法起厝已经被逮捕。伫咧印度，常常发生建筑物倒起的情形，尤其是伫咧雨季期间，出代志的拢是牢固的违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罗西亚是继续咧轰炸乌克兰。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就算西方国家要未提供战机，伊嘛同款会反攻。另外，和罗西亚并吞的克里米亚半岛有一间油厂是爆炸导火，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已经先进有发动攻击。Ми почнемо і будемо йти вперед паралельно. Я вважаю, що це дуже потрібно, тому що乌克兰计划真久的春季大反攻，可能就要展开。总统泽伦斯基30日表示，就算无西方的战机，嘛是一定会反击。伊咧野区甲军队发声的时阵，嘛强调讲主要的战斗就要来啊。Шановні воїни, вже скоро головні битви. Ми маємо звільнити нашу землю і наших людей з російської неволі. Ми маємо відновити повну лінію нашого державного кордону. Як на суші, так і на морі. 前一天，泽伦斯基嘛有讲到，已经甲法国总统马克宏通电话，确认法国会阁提供武器，不过并无讲详细内容。基辅当局按照伫未来几啊礼拜或者是这几啊个月内，要甲南部甲东部领土拢达到转来。就伫泽伦斯基谈话前2天，罗西亚军方则对乌克兰首都基辅、中部乌曼、南部的第聂伯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其中乌曼的伤亡是上严重。超过20个人死亡。泽伦斯基了后强调讲，会让罗西亚军方付出代价。空袭了后无偌久，罗西亚海军重要的基地克里米亚第一大城塞万堡的一个油库，29受到无人机的攻击导火，40万吨的油罐拢总烧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南方司令部30日表示，这是准备反攻的一部分，要让罗西亚军方后期受到影响，嘛间接承认发动攻击。不过乌克兰军方最高指挥部要是无证实有攻击克里米亚。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经济部今仔日预告台湾版晶片法案司法的草案，研发费用有60亿，研发的密度有6%，采购先进制定设备开700亿的产业拢会当申请减税，希望各类企业增加投资，让台湾晶片产业的地位徛搁较在。
产业创新条例第10条之之，伫今年1月修正公布，伫考虑国家关键产业发展，也有世界稳定的前提之下，经济部甲财政部真侪摆协商，选项条例组合草案为5月7日有过30天。怎么样鼓励台湾这个研发哈，还有这个税务的平衡上面呢，有很多的讨论。那我们的经济部的想法是，让台湾的这个研发再增加，然后领先的地位在国际上保持领先。被外界看作是史上上大投资低减的台版精品法案，引起产业界无共款的声音。那以财政部建设100亿研发经费砍站，适用业者强硬一存台积电研发科技大业者。那以经济部的50亿做砍站，先增加适用业者强硬造成未实税损。最后定限无限产业别，那伫国内有技术创新，同时是国际供应链，阁有关键地位产业。那研发费用60亿，研发密度6%，等于都有效税率12%，要先进制停设备，支出100亿的产业拢应申请。门槛呢由100亿降到60亿，那降到60亿呢，当然一些那个中型的晶圆厂啊，例如我们说联电啊、那个力积电、世界先进等华邦等等的，他们就可以申请了，因为研发金额超过60亿的啊，像那个很多是那个属于电子六哥，所以呢就不会是独后半导体一家。科技产业的补助必须要集中资源才能够看到成果。因此呢，这一次的补助办法订立了偏高的门槛，其实对半导体产业是正确的方向。欧盟就台版精品法案鼓励产业加大力头投资创新，让台湾产业在全球有竞争优势。最近经济部也要举办产业座谈会，公纳各方意见，让业者明年开始应申请适用。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连续成立式拍炒房，佮公布平均地权条例了后，对房市来讲是无比严峻过。根据杂志统计，台北市第一季预卖厝甲换厝的交易量拢有落。学者认为，未来平均地权条例正式实施了后，房市卖家业的情形会维持一段时间。工人咧工地无用砌砌，建案一栋一栋安尼起，不过起遮尔啊侪新厝，敢真正遐有效？根据自典杂志的统计，若是靠图商办、厂办的建案，台湾北部今年头一季自体推案量，敢若2316亿，年减675亿，缩减的幅度是22%。业者也会想要观望一下，这个新制上路之后，市场会做哪样的变化？通膨压力还是在，就是利率又上升了，那消费者他在选购房子的时候，考虑的时间会稍微久一点。就伫政府压炒房起利息，甲平均地权条例主法伫4月25日个公布了后，对房市会当讲是无比严峻过。根据591房屋网统计实价登录嘛发现讲，今年第一季换厝的成交量，台北市全面衰退6成至7成。12个行政区内底有9个行政区房市交易平均的计效衰退，其中以南港区衰退幅度上大。房价太高，负担不起。另外一方面也担心房价会衰退，市场不景气的状况下，所以在等待预售屋衰退、成尾衰退，随着价格已经反映到市场上，所以市场上呈现出一种反转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学者认为讲，面对利率升悬、资金缩hạn、平均地权条例压炒房的政策。一个国内外经济动能变慢，政治选举等等压力的因素，今年头一季房市确实开始计价甲量拢有落。未来平均地权条例正式实施了后，房市无景气的时间可能会更加长。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民众伫网络订垦丁一间房间，不过人到现场才互通知讲房间有人住，要带因外所在。不过去到位，却发现大厅的电线看现现，未输工地的施工。民众怀疑这个所在无营业执照，那屏东管府表示会罚业者。消保官嘛提醒讲，若拄到这款情形，爱积极翕相讨赔。我们来参观叙雅风格的。民俗天棚拢是电线，明显看出施工当中有缺陷大时阵的画面，这毋是伊原本定的房间。民众讲一辈为订房房订垦丁一间民宿，开3000字订双人房，到民宿门口未当入去，则互业者告知房间互其他旅客带，会引导因带其他地点，新的地点所可以讲去。入住的那一刻打电话通知，他也告诉我们说那房子已经被住走了，然后我们整个行程被延误了很久，也是太晚去订房，所以没有其他选择。
对，要么入住，要么就露宿街头。民众质疑是业者筹备很短，无营业执照地点，规定发文伫面册。民众强调，无想要冤家或者是赔偿，只是烦恼台湾旅游品质。入住的地点经查为非法民宿，本府已派员稽查，依实际房间数予以裁罚。民众管区表示，民众住的地点是非法民宿，会依法处罚。业者是无回应，暗过伫文章当中留回解说是柜台人员所示这中户订房，对民众感觉真失礼。消保官也提醒，若换房了后发现房间环境设备甲原来房型落差真大，应请求适当赔偿。他可以存证，拍照，事后来主张。主张就是说，这当中如果有所谓的量化的价差，他也可以请求业者来负担。今年到即马，高雄6件各路消费纠纷、各路复苏更加好热门景点，拄着假日定定找无房间。消保官也提醒，拄着状况应先协商自保，搁找管道申诉。记者综合报道。连假出去佚佗的人真多，不过南投仁爱乡的水岩部落，有传道书指控讲，民众走来教会露营，直接卡车驶入来，大埔坪搁起火，互部落是真困扰。那台东的人士是有游客黑白背上壁。原本应该是安静的教会，却去有几啊只车霸占咧，甚至伫草坡啊起火，这阵人伫顶啊骹泡茶，甚至还搁搭几啊个布棚。这款的景象，互教会传教士讲，实在是伤过无公德心。曾经发生过是在部落的操场，还有在部落的活动中心，只要有临近厕所的地方，都有人来扎营。那这一次是比较严重，是在教会。问他是谁同意的，他们也讲说不知道，就是觉得这里没有人住。代志发生伫咧4月30暗时啊，南投仁爱发乡村虽然部落的教会去有10外个游客霸占咧，伫遐露营。教会表示，开放空间敢若有1楼便所，不过现在有游客大主大意用因的水甲电，这毋但是贼仔的行为，对当地信仰中心嘛真无尊重。因若伫咧台东的人士，当地居民伫顶个月23看到有游客爬起哩真出名的景点正真洞，还佫有边仔真危险的山壁顶悬。你看到那个路，你看我这样路都路到那个路崎岖，有没有看到？非常难走，他们还要在那边拍照。当地民众表示，东清部落的正真洞是海蚀洞，不过便若到休困日，就有游客无防护的设备之下，直接爬起哩山壁顶悬。就算已经有采检过白啊，游客也是无咧信道。情人洞那边浪非常大，所以海巡它掉下去就是落海。落海的话，海巡要去救它，要30分钟到1个小时才可能拉上岸。那这样子对他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救活的。当地医师表示，离岛的医疗资源是真欠缺。若发生意外，离上近的卫生所塞车至少要半点钟以上，严重的还佫需要动用空勤直升机。安尼除了透支社会资源，嘛有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提醒游客都要自我约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5月7日开始，疫情指挥中心解散，干那医疗照护机构坐救护车爱挂喙罨，民众去做新冠疫苗，病院诊所会当收挂号费。另外，世界卫生大会 WHO 5月2日就要起稿，咱台湾是还未收到邀请。卫福部长许瑞元表示，会带团去瑞士替台湾发声。因应新冠肺炎，疫情指挥中心开设1197天了后改变，为5月7日开始，台湾正式进入疫后新生活。民众出门别个挂喙罨，敢若剩医疗照护机构甲救护车爱强制挂喙罨。快台徛名册虽然退场，不过民众也是会当去药房甲超商等等的通路买快台试剂。公费新冠疫苗会持续提供，不过医疗院所会收挂号费。当新冠症寒门诊会持续到今年10月底为止。距离上次感染或者是打过疫苗的时间可能已经太久了，超过半年以上，甚至已经有1年的话，那其实还是要做好保护自己的措施。那在人群里面可能要戴好口罩。另外，世界卫生大会 WHO 5月2日会伫瑞士日内瓦召开。卫福部长许瑞元7日伫立法院表示，目前还未收到邀请函，19要是会如期带团去参加。而且顶一日已经投稿去外国媒体，希望找更较侪理念相同的国家，协助台湾争取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我们在 WHO 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被忽视的一个不公平待遇，那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些友好国家的努力能够来
让我们有更多的这国际参与。那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顶一日表示，若是选调总统，一定会把高端疫苗采购的公文全部解密。针对这点，试水员强调讲，高端已经家己公开介绍，以尊重各界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咱台语讲的虾仔卡是一种皮肤病，患者身躯的疤会愈来愈大片，会痒、袂爽快，佮歹治疗。不过新店的精神病院上新的研究就发现讲，若准用手术挂掉，佮加电疗，就有8成的机会，甲虾仔卡医甲好完全。30多岁的陈先生3年前是因为急性心脏炎开刀做心脏手术，才保住性命。无想到胸坎的伤口开始破出来，那亲像毛下骹，而且常常痒骨痛，长度差不多20公分。就医检查才知影，原来这叫做蟹足肿。伤口没有经过正确的治疗，所以它可能2周甚至1个月都还没有好。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特别容易产生蟹足肿，所以它到最后这个伤口愈合了之后，疤痕就会凸出来。意思是讲，蟹足肿其实种过度伤口组织生脓麻，较早治疗拢是注类固醇，不过停药了后，佫发作的机会悬，是一种真歹治疗的皮肤疾病。不过，医界最新研究发现，若做用手术切除，佫加3阶放射线电疗了后，有8成机会会治好，袂佫发作。恶性肿瘤才要电疗，但是其实除了恶性肿瘤之外，像我们这种蟹足肿，它算是一种良性的，它也可以用这个治疗，因为放射线它可以抑制这些纤维母细胞的增生。意思是讲，蟹足肿的发生率差不多15%，主要甲体质有关系。临床常常看到，亲像生条啊、蠓虫夹到疫苗注射了后，伤口一直绕，拢有可能造成蟹足肿。而且，若发生伫春秋愈大的所在，像讲关节、胸坎，拢可会发生蟹足肿。所以提醒民众，若是伤口超过2礼拜也无好，爱赶紧就医检查。记者综合报道。新冠疫情滚假的时，民众无代志，就较少行病院。最近，医生发现讲，一寡着感的患者，现半当前、1当前就出现症头，煞是拖到即阵才来病院检查，害病情是搁较严重。那以大肠癌来讲，拖半当才验出来，死亡率是会增加22%。疫情期间，不少民众就算有症状，嘛唔敢去病院，互医生看或者是做检查。不过因为安尼较慢发现病症，着癌的患者嘛渐渐开始出现。心脏科的同仁也说，这个冠状动脉狭窄阻塞的程度都非常严重，心导管非常难做。那这些种种都告诉我们，事实上很多慢性疾病大概都有被延迟的一个状况。医师指出，大肠癌若是拖半年才做检查，要记的风险会提悬25%，死亡率提悬22%。验大便检血验出阳性了后，超过半年做大肠镜，得到大肠癌的风险嘛增加2倍。有医师预估，在拖过疫情期间，即马才验出得到癌症的人，明年甲后年癌症登记报告就会显示伫数据内底。政府也在担心，就 COVID-19 这2-3年期间，可能会反映在未来的这个5年，看到这个癌症的增加，同时晚期的癌症可能被发现的比例也会提高。从我的门诊的经验看起来，大概有1成到1成5的妇女都出来筛检，那就比以前过去多了很多，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那因为早期筛检，它的预后很好。最近有医师发现讲，真侪医师门诊患者的数量直头增加，来事件都要做到暗时6-7点才会结束。因若根据国健署的统计，今年1月份至3月份，4种癌症体检，包括大肠癌、喙腔癌、子宫头癌、甲鳞癌，拢总甲130万人次做体检，比去年同期122万人次较侪，显示体检的量有大大增加。目前政府会持续检视癌症体检的策略，来帮助民众量早发现、量早治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的新丰庙庙口管委会公告，5月开始，所有庙口大头仔卖点心，逐项拢要起5块。管委会表示，因为过去5档拢毋捌起价，原料的价销成本煞是直直咧增加，有影是记载袂调，才会调整价销。炒米粉、贡丸汤、有肉丸，互人看起来就想要食。新竹新丰庙庙口管理委员会宣布，自5月开始，庙口点心要来起5块，总共有20外间拢会调整。以后民众想要来食点心，就要加赚一寡钱啊。物价什么的都涨了，所以5块钱
我觉得是应该的。如果那种小菜类的每个都调涨的话，就是有时候全部点在一起就会变蛮贵的。新王庙庙口管委会表示，主要原因除了因为原料起价，用人的成本嘛提悬，佮加上过去6冬拢无调整过，真侪店家实在挡袂落去啊。我们差不多6年没调了，这个猪肉涨价、电涨价、工资涨价。工资从160涨到180啦，当然撑不住啦。连续已经从过年前那一波就已经涨一次，过年又涨一次，现在是外带杯又涨。他说什么？因为都是进口的原物料，对啊，什么都涨啊。不过，包卖早顿的业者，因为最近鸡卵价格恢复正常，决定甲原底已经调整过的物件落5块。民众拢讲，这款的头家实在真大心。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来看屏东的东港渔会，为着要照顾在地弱势族群，甲农委会渔业署成立绿色照顾站，利用东港在地钓食海产甲菜色，推出爱心便当，要互老大人甲需要的人食了健康甲营养。煮食的志工伫灶骹无用试试，看这的菜色有红的、黄的、青的，也有当钓时的鱼产，这是要送予东港社区的弱势族群的爱心便当。番茄啊，哈，还有现在盛产的高丽菜啊，我们就是以那个我们当地的食材，鱼、蔬菜、肉那也是当地的食材，然后以最新鲜的食材提供给长者。所有食材拢是当地去掠去买的当青。东港渔会配合农委会渔业署推动食鱼的教育，投入爱心供餐的计划，将在地食材变做一份一份的便当。逐礼拜一请志工来煮予人食。针对一寡无方便出门的人，应该会将便当送到位。除了推广食在地、用在地的观念，也回归社会。每个礼拜一，我们这边有一个食鱼爱心便当的制作。那这个部分我们是结合我们的绿色照顾站，还不错，很好，也很方便，然后菜也蛮丰富的。那菜色怎么样？都很好，色香味都很好。来领便当的民众感谢渔会，予需要帮助的人会当食一顿青草。渔会也表示会尽力，予这个计划一直延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2021年有一出纪录片记录嘉义牛斗山农民种莲藕的艰苦，嘛介绍因外销国外的历史。为着要甲好光景找倒转来，有几若个少年辈登到牛斗山，招农民成立合作社，希望传统的莲藕产业会当转型继续发展。做伙伫舞台顶来翕相，即群少年的莲藕农，初二早时做伙来参加牛斗山莲藕果菜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因讲合作社成立，替传统莲藕产业带来改变。咱爱都认真帮因做一寡通路，看要安怎来卖，互因较有认真去种，咱来认真来从这个所在发展做。当然嘛，希望政府有查到啊，阮这合作社斗相共斗杀。即摆是网络时代嘛，对啊，算会讲有更多的宣传方式来，把咱这个产品推广出去啊。嘉义县民雄乡的牛斗山，为过去到今拢是台湾种莲藕的主要产地。煞因为人口外流甲种植辛苦，互原本规整拢咧种的莲藕，剩无20外户在咧种。嘛因为纪录片大后之手的放送，互外劳的产业开始来改变。我们拍的时候是40公顷哦，然后《老鹰之手》上映之后，一直延续那个效应到现在，听说已经扩张到70公顷。莲藕算有一段时间，就是会没落去。还是尾啊，算去想这个物件，去做这个物件出来，了，种伊遮的人就拢有对落。合作社表示，进前的莲藕拢是用手落去挖，卖的方式嘛是家己找厂商来卖。合作社成立的目标，除了要改变过去收成的方式，嘛要替莲藕来申请新产履历，希望互牛斗山这个所在会当透过种莲藕，搁一摆来发展地方的产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法国一个艺术家顶礼拜六伫中正纪念堂画图创作，请真侪民众去现场欣赏。作品画好无偌久，佮随泉水洗掉。为开始创作佮消息，敢若6点钟。艺术家表示，伊真欢喜会当伫台北创作，有机会会过来。提图啊，真溜溜伫个涂骹画一道一道的线条，风画图也马上出现伫个涂骹，视觉风格简单煞真强烈。法国巴黎街路艺术家乔丹萨吉特礼拜日伫中正纪念堂创作，吸引不少人来看。
今天有快闪5个小时，所以我早上就赶过来看他的表演。他很厉害，他其实他应该是心里有一些草图了啦，只是说他到现场，他刚刚看他那个线条都画得很准。所有创作用3条线做基础来发展，乔丹萨吉特用碳酸钙的水色料，伫中正纪念堂的涂骹，留限定1天的都市创作。踮伫台湾这段时间，伊对台湾人的热情印象真深，讲伊真介意台湾。Pour moi, qui suis un artiste de rue,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justement de voir les différences, comment les gens interagissent avec les lignes, ou comment est-ce qu'ils voient mes lignes, etc. C'est en tant qu'artiste, comme c'est super échanges, mais en tant qu'artiste, c'est comme si c'était un nouvel espace. Et j'avoue que c'est possible que je revienne. 伫法国巴黎真侪公共场所，让人看到伊的创作，已成为艺术是都市的灵魂，用串联人心甲社区。这摆创作是送予台北一份礼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保加利亚有一个出名的超级马拉松选手，伊做一个实验，甲家己关踮玻璃箱仔内底，伫公园生活15日，要募款帮助少年人对抗毒品烟酒的问题。伫咧玻璃厝内底运动，真侪民众真好奇来甲看。保加利亚超级马拉松的选手古尔基耶夫按算伫咧公园内底生活15天，用这种方式来募资，要来帮助18岁以下少年人对抗包括毒品、酒精、数位媒体，还有提升饮料等等会食甲调调的问题。I'll be locked inside. I will have a communication with outside world, only 30 minutes per day, where I'm just going to answer questions. If they have any challenges to give me. 甲民众讲煞了后，佮转去玻璃厝内底。古尔基耶夫伫2019年捌走过保加利亚、北马其顿、甲阿尼巴尼亚，拢总走1200公里远。这种实验性的生活还佫有直播，互伊暂时无温书。除了募款，伊嘛想要知影讲，当疫情过了后，一个人互限制伫一个空间的时阵，心理会产生什么款的变化？提出勇气跳入受水池内底，或者是对老师学禁气。这是玻利维亚头一个听障受水班。这个体育老师本身是一个听障者，伊用25年的时间才家己学会晓受水。因为伫咧水底无法度使用助听器，学员对教练手语的指示，偷偷克服落水底的惊吓。这个课每一届拢有10个至15个学生。教练讲，希望未来会当推广到各地，互听障生嘛会当有受水的惯习。公视新闻沈乐培编译。天气报你知，做迄个关心明仔载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20度到30度。中部地区20度到31度，南部地区22度到34度，东部地区20度到29度，外岛地区16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